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12月1号，我们要分享的是以公平正义待人处事。我们要看以西结书45章1到25节。先来读今天的金句，我们要一起来。至高的上主这样说：以色列的君王啊，够了！不要再专横欺压人民，要伸张正义，主持公道。你们不可再强迫我的子民离开他们的土地。我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以西结书45章9节。这章经文主要在描述上帝神圣的土地分配。上帝也要求君王要施行公平正义。最近我们知道台中市第2选区立委要补选，蓝绿由严宽恒和林静怡来竞逐。补选的战况非常激烈，然而我们都知道，透过媒体的报道，严宽恒的家产引起诸多的争议。立委指出，严宽恒所拥有的台中市枫树段817号，它是属于公保地，在都市计划中一直是要留作儿童游乐场的用地，但是严家他可以用一些的方法，为了私利购买公保地盖招待所，将儿童游乐园变成严家政商乐园。同时他也斥责台中市政府的不愿积极征收，阻碍了都市发展，也剥夺了当地小朋友的游憩权益。所以呢，我们看到外界就质疑你严家的房产取得是不是以正当公平的手段或者方式来取得？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也有关于土地的分配。上帝借着先知来指出将来分配土地的方法，会跟以往摩西和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做法是有一些不同。从前利未支派是分散在迦南的全地，但他们将来会聚集在同一片土地上，而不会分散在以色列民之间。圣殿位于锡安山的耶路撒冷，原本就是坐落在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之间的城郊。就在这2个支派之间的城郊上，那先知很清楚得到异象启示，要在这地划分一大片的地是归于上帝，作为圣殿坐落之处和侍奉神的利未人的居所。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上帝借着异象来启示先知所说。那至于王呢，就是他们的领袖将会分得圣殿及利未人所在的土地之东部及西部的土地，其余的土地则会按照支派来分配。在第1到第5节描述上帝神圣的土地分配，这个神圣的区域被称为献给耶和华的供物。那这是一种强制性的贡献，在这个区域界定了利未人、祭司和圣所的配置。前者的地界，它的范围长25000肘，宽1万肘的居住城市。那后者的地界尺度与前者相同，但
在这边特别强调，这个土地是圣地，是分别为圣的。而在圣地的周围，除了之前所叙述了利未人的地业，在北与它相邻外这南边接踵的一块长25000肘和宽5000肘，这个土地就是归以色列全家的建成区域，而它的东西两侧则是归于君王的土地。那这归于君王地业的设置，乃是要强调，你做君王的不会再借着王权侵占百姓和支派所继承的地业，而会将地业分派给以色列各支派。君王要借此公义王权的行为来引导百姓认识耶和华上帝。所以在这边我们要看到上帝要做领袖的要爱他的子民，以及施行公平正义。那君王居领导的地位，他是有上帝赋予的权利，所以要谨慎行事，不可滥用权力。当他行公义，就会避免强暴，有公平才能够实行公道的商业行为。所以在日常的商业往来当中，领袖要使所有的人都能够在公平的情况下进行贸易。另外呢，教会的领袖也必须活出神权柄代表的样式。因此他必须要做什么呢？就是在生活行为与执行权柄时候，要彰显出上帝的公义和信实，来做群羊的榜样，使他们从其中认识到这位神是行公义、好怜悯，而不是借机扩张自己的权益或滥权欺压羊群。第二个，要带领羊群来敬拜上帝，与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而不是取悦羊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我们来默想，那上帝要求施行公平正义，那我们是有没有尽一份心力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公义的上帝，愿我们尽本分来爱你、敬畏你，也愿我们的国家、社会和我们的教会以及我们个人都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以至于我们能够蒙受你的赐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